观众朋友，今日讲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阿明哥刘浩明。观众朋友，你这个想我讲，这个退休的时间一种嘛个洗头冇？由于对台北普代表30人的两公婆，伊退休以后，家庭体也要老家慢慢开始可以看种出我哋呢cocoa啊，还有我哋呢咖啡。伊希望讲，伊喺退休的时间可以有一啲自家细细的开心农场。但是以先用到我哋呢有机的方法，还有自然的农法，我最尾做出嚟本意嘅佢安心、佢放心呢一啲农产品。我哋马上翻嚟今日嘅我哋來賓，我哋飛燕姐落嚟香港，飛燕姐。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飛燕，來自屏東灣南區坊農園的飛燕，係。飛燕姐好，我想請問一下吼，你像這個本地以前屯野現場的北埔嘅時間，係做乜嘅工作嘅呀？以前我哋咧係上班族嘅，上班朝9晚5嘅，係上班族嘅2薪水嘅員工。咁相同同我哋講，而且個喺北埔差唔多大概30人嘛，嗬。咁應該來講，其實我哋講人生工作嘅安長嘅時間。退休嘅時候，我想我講嘅，睇下有出國了啦，冇乜嘅，你做乜攞歸來去睇我哋呢？即個老家慢慢去開始去種我哋呢cocoa啊，同我哋呢嘅咖啡咯。好，當初我想去種cocoa跟咖啡，因為想退休後要求啲事情做，生活有啲重心，邊做農事，邊有啲休閒嘅時間，因為上班嘅時間放短了嘛，哈，我除了有時間要請假。這個做農事咩，隨時可以變，可以出去了，可以有彈性啦，有彈性。所以講，我請一啲農事來從事做生活退休，係為一啲生活重心。冇事情做嘢，那邊不用天視看啦。我想，我哋來看農事，看書唔係較好，有個心態。所以講，請一啲有啲事情來做可可，因為當時種可可為台灣並唔係嗰度。我種可可，因為我哋做農事，唔好尋講強迫強用一窩蜂做種同樣嘅農產品，一窩蜂種變成我一啲自產，自產都冇乜嘅效果嘛哈，就像似啲黑冇人有嘅可可，所以家庭種可可跟咖啡。問題係講，你頭先講，譬如講，可能出去了時間，你以前上班嘅時間，我哋想要出去了，吼，冇辦法出去了嘛。是。但是而家講，譬如退休喺度佢，像我前面啲工作，講想要出去了，吼，可以變下來，可以出去了。但是你做農事唔可能啦，你根本要施皮嘅時候都施皮啊，你根本要除草嘅時候都除草，你應該會比以前更磨閒吧？以前想法較單純，想說這個農事去甲它施一條唔怕佢變做。嗰度這個現在可以變，可以路可以變嘅，結果真係冇想到冇辦法咗喎。冇法就結果變上班更加冇閒，冇家冇業安尼。冇家冇業，係啊！其實我哋節目學我哋少講我哋嘅cocoa cocoa已經過久啦，因為從屏東話喺我哋種可可豆，其實喺我哋算是最北埔嘅地方啊。可是我哋喺屏東幾多個人如果種可可，就相當我哋飛燕姐講，可是喺屏東其實一種可可其實一開始應該有人搞吧？一開始我哋種嘅下算是我哋起步嘅下早，他冇前輩可以吸取經驗，等路邊做邊從失敗中學習成長，係呢。因為後擺種嘅人都還有前輩可以吸取經驗嘛，喺台灣屏東種嘅冇一度誒，我哋都想冇人種，哋行下前鋪。雖然種植做可可也都夠辛苦，冇前輩經驗分享，不過以前景來講還好，因為全部人種同樣都有滯銷問題，行喺前面如果辛苦一些啦，咁這個本地人種可可啊，有種咖啡嘛？有種咖啡比可可種夠鹹，因為佢下咖啡係起步較早，佢個接受嘅程度較早，可可路較慢，嗰啲人較唔低，咁而家全部大部分全部嚟種行來翻嚟於泰啊？我搶種可可有3分人地。咖啡嘛差唔多3分人地，冇強嘅地方啦，冇地方蔬菜，係冇地方蔬菜種。我種可可如係做
自然生态有机的认证，嘿，一方面查。咁人家因為頭先我哋開始講，人家兩公婆就喺度退休嘛，嚇。咁最主要有咩農事係唔係做人家老公提天數，還是人家老公提做你的天數咯？公司計劃啊，做農事是有些把辛苦，因為雖然我從啲農家出身咧，不過對誰冇做過農事，較少做過農事，反正點都退休過後，那有做過農事較多。實在農事是以欣賞為主。嘿，伊做農事較多，我都對旁邊協助，我都做行銷，各位一些資訊方面的整理安尼。係，因為喺安尼唔好嗱，因為我哋觀眾朋友幾多路其實差唔多攞退休嘅一啲年齡嘅一啲觀眾朋友嘛，嚇，因為幾多觀眾朋友都想講，我退休後吼，其實真係我哋真係喺對上下出來嘛。嗰時我想講，我哋退休後，我哋想愛攰到我哋喺上下，吼，攰到我哋蘿蔔嘅部分，我哋喺咩嚟絲田啊，種嘅東西，啊，請問下哦，你幾時就有個掙扎？講實在話，一開始做個歡喜，因為我終於退休誒，唔是被講上下班睇時間綁頓，啊開始可以個自家喜歡做嘅事情，啊來想做啲農事來做，想出來了啲農事變係來出來了，啊冇想到可冇從其他農產品冇共樣，一投入愛個投時間投入，啊伊個流程該多，唔係講水果結果可以，都馬上可以食，都可以出去。銷售，因為伊唔係一般的水果安尼，嘿，因為我想到，因為家下開始種慢慢唔知呀，後面的流程安多，啊，你像找人賣，像做個可去賣，家下同國外的價格競爭不了，嘿，國外過便宜，台灣的廣過貴嘛，啊，像賣又成本唔拉我哋這個種植的成本。啊！之後跟中間學習做後端的製程，啊後端製程因為台灣嘅還蠻容易做，都一邊做邊學習，都未後政府那有開課教我哋農民用來種植，用來做巧克力，用來做產品，嘿，過去跟做更辛苦，比上班嘅時間還冇閒，跟做更冇閒，跟做更冇閒，真是想唔到當初真的有些把它掙扎。咁種人哋一路好好，你比如講，一開始講，你這個一開始係先種咖啡嘛，後來開始種可可嘛，咁你一路好差唔多花幾多時間？我等對種咖啡應該98年開始種，啊可都99年開始種，忙退休嘅下都開始種誒，因為嘅下退規劃退休後嘅生活，如先種誒。2-3年過後，我哋退休真係下來專業專心地嚟做，嘿，也還蠻退休前嘅種嘅我哋嘅可可園都提供本農改場做示範果園，嘿，你家下種台灣睇種可可嘅並唔係幾多，啊，我有啲數據嘛，嘿，種植環境病蟲害數據，我有啲數據，所以我哋都提供本改良場。做示範果園，做實驗的用具，給他們做一些數據的搜尋。等於那個前2年是我們說第一年先種咖啡嘛，第2年都種可可，但是嗰時間唔得嘛唔先退休，然後佢地方嘛喺幫我哋農改場去做一個數據的果園。過後了3年後，你退休以後，其實我哋講咖啡同嘅可可差唔多3年以後，其實差唔多都開始會有打勾嘛，開始整理嘅嘛，其實你嘛。開始正式退休，咁從頭都會講3分班，咖啡一包差唔多一多頭啊？咖啡有100人頭左右，可可咩100空頭左右。其實我哋3分地種100人頭算種一個快，係種個快，所以一般人他本1-2分地種都種8個頭，我哋3分地種8個頭，因為我哋行住間距都種一個太過快。安尼可以嘅可可生長環境個好，嘿，你種田咩一路發育個冇咁好，嘿。因為頭先我講咖啡同嘅可可，有兩個作物，其實而家照顧嘅方法唔可以講差幾多啦，但是而家東西樹康落以後，而家處理嘅方法係冇同樣嘅。
譬如讲叫咩种咖啡饭，你见甲迄，即个会做咖啡厅无？还是要搞本嘢，都搞体有本嘢？冇，即个做咖啡厅。即个做咖啡厅，我说你这个发糕，这个发糕，这个发糕，然后这个有到这个行嘛？还是说这个上头路吼？冇，这个行。这个行吼，啊都夹嘅可可啊咯，你而家嘛喺搞嘅我哋那个国家本业嘛，还是讲你这个会发糕？一开始我哋都搞国家本业，因为搞国家本业呢成本啦，系，过后都即个学用发糕，用个行，系咯系。无想到当初啊，吼退休希望讲，我哋讲种花食草啊，能够亲友嘅身份，无想到可能要发糕啦，要发糕，要即个做东西啦。有人当初有想到吗？有当初真的冇想到。而家我哋农委会唔错啦，我哋农委会当初我特先讲讲，呢件事情吼无人想啊，嗰种话剪草，某个东西，好接一下东西都过去了，伊睇每话有安多事情，而且我哋农政代表吼，我同我哋海外同我哋退休人士咧睇讲来讲，啊退休时可以做嘅东西，要讲清楚啊，一种东西无人当初想安简单。当初真的冇想到，只是想说，种啊，个建水果如何买啊，趁在时间个人可以四处走走看看啊，哈，嘿，冇想到真是一脚踩下去，头洗下去了，不得不走下去。因为也两种东西的作品，跟我讲，也两种作物的那种我哋讲铁线都冇共样。因为唔想讲我哋讲酸果啦，吼，我哋嗰種泛酸啊，嗰度摘下來，包都可以賣。好，一定還有包跟我哋講。加工處理嘅部分大幾多？大幾多技術嚟嘅？對，有幾多技術，幾多工。因為我哋係小農嘛，沒一些企業家全部用機械，我哋小農全部純手工，一步一步手量嚟做，所以做起來較辛苦，時間較多。雖然講我哋飛行者一開始想到也退休身份，對最尾也退休身份實在是差過一樣，但是我哋飛行者還是用也智慧，還有也用心，慢慢地睇我哋嘅口瓜地方，做出冇看到東西哦。休息下，等下我哋咪有嗰度講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自屏東萬萬的飛行者同人講，一般的退休先生在退休後吼，希望有一個穩定的一個退休生活，做一個開心農場，冇想到，因為退休嘅生活結果一路也無限。我哋真係冇人好講，而家無限的人業做得係乜嘅？其實我哋提供這個當初在開一個農場嘅時間，如果一開始都想做一啲我哋講最自然的農法，還有我哋講我哋最環保嘅一啲農法來做。當初做乜會想到按麻煩的東西來做？因為看到氣候越來越加嘅暖化，那我哋都想盡一己之力嘛，用帶動。嗰時候我一開始做，我都開始睇做培養養土，因為看到以前輩做嘅慣性種植嘅方式，對土壤唔好，變土壤已經因了營養，按這個土壤流失呀的，變咗鹼性土質，種出來物質。植物、農作物唔一樣佢冇幫助，個氣候一直暖化佢夾，我想我哋盡一己之力來做，我想用我哋心情來慢慢地對土壤改良開始，開始冇用除草劑，用除草機去割草，而不是化學肥料，我哋用這個發酵。用水果用發酵去噴去做，係慢慢地都培養，培養土大概5-6年開始，我哋開始做有機認證，因為還冇培養土，因為有機認證一天唔會過嘅，係一天唔會過，因為有機認證嘅條件門檻過高，我想我哋先做培土養土開始，我哋嗰樣我做講養土做有機嘅嗰樣，如果係我哋土壤健康嘅樹。自然健康，同人同樣，人的身體內分泌循環好，基本好，身體就健康。一個咁樣，如果讓土壤健康，樹自然就健康。我想，我哋都用找個天敵的方式去做。一開始我對嗰度病蟲害真的會手癢癢、心癢癢，可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時間一過。嗰個差唔多有個如此期，我差唔多天敵嘅病蟲害如果少，
土壤健康诶，愈输诶愈健康，抵抗力愈强，病虫害愈够少。嘿，我哋个人唔要抢讲种可可，我以各度种的品种去找天敌。比如说，我哋可可园会种一些香蕉、阿摩罗瓜藤类诶。去找天敌，因为香蕉本身也释放出钾肥嘛，可可需要钾肥嘛，相辅相成的农作物，去做，所以我当然慢慢的去经营出来，各个土壤我去做检验，分讲土壤少哪个元素，如去补充哪个元素。那补充氮磷钾，我们用天然的氮磷钾氮磷如叶菜类叶来做酵素，钾如水果类做酵素，增加它什么元素？水呢，我们的有机认证的，我去验水，土壤的我去验，农改厂即马改好对农民改照顾，你拿去可以，像我检验土壤，拿土壤去拿到农改厂去检验，免费的，他对农民是真的很照顾。其实，我哋农改厂真係對我哋農民可以照顧，一方面因為我哋會試驗過嗰種無菌嘅品種嘅農作物，聽伊講，因為希望講我哋咧帶動到我哋農民對我哋土地，有一種我哋友善土地，對我哋土地個友善嘅一個做法。但是其實頭你簽的嗰種東西，你變成講，唔可能，你這個唔單止要請天敵，你要用我哋嘅水果嗰種無菌嘅水果酵素，去增加伊自家嘅氮磷钾嘅部分。但是一部分咧講嘅話，後尾全部係手工咧。係全部手工，我全部自家做。全部自家做呢？係，可以前用嘅資材，有機才做得用。我一部分我哋自家去請，一部分我會搶購農改廠用哪嘅有機資材。那我們每年都會有有機的認證人員來我們複驗他一定會跟你看你的資材的字號，每一項都看得很清楚，然後也要定位管理，也要做產銷履歷，它的連使用的器具他都要看過，要規定你怎麼做，都要照它的規範來做啦，都必須照，要不然就不會過。我們已經認證了第4年了。一般認證前3年算是轉型期，應該第4年呢算真正的有機嘅。嗰種等於講，其實你即個講下到，我哋講資材已經話認證過，嗰種其實有咩成本會比一般我哋用其他農法嘅成本會貴過呢？高出幾多，像我哋一般呢有嘅苦楝油嘅資材路真是貴，錢也係唔好錢，用嘅時間跟人工也多出幾多。一般做因為冇啥農藥，伊個結果率多少，所以一開始我減產量冇咁多，伊恢復個健康以後，路慢慢的會增加出來。但是伊都對於我哋土地啦，對我哋地球，對我哋人體啊，其實嘛係個健康嘅個滋養嘅一種做法啦。但係如果將我哋先用到我哋講有機嘅農法啦，自然農法，唔得話身上都嗰度認證嘛。像你有乜嘅認證啊？我哋應該有清真認證。我想要做清真認證，因為政府嘅政策也係對大環境有幫助嘅。清真有南向政策，要配合一些政策。就清真認證的話，以最主要哈認證嘛，因為你吃不大又沒用到，我哋講主用引入嘅東西，有乜好認證咯？認證伊主要是講規定講，唔即個冇讀到，如果因為用到豬肉啊、動物啊的話，骨粉我斬到亦個唔可以，個運送批菜按作為嘅器具啊的，未做唔得沾到，個沾到，我做清真，我想我哋先做清真認證先做好了，機會迄本準備好人，等有機會有單人還冇準備好，等於喪失了這個機會，所以我先都準備好了，等機會單人來，就可以馬上出單。對，如果清真認證，其實你都講我哋海外可能有我哋南向嘅一個市場。好，是冇講南向市場，其實而家我哋喺台灣嘛，嗰度我哋咧伊斯蘭嘅高土，伊啲現成嘅時候，有咩東西，出來喺啲咖啡，冇咧啲我哋咧cocoa，但是有
我能够有亲诊的认证，哦，如果显示也类嘅产品，但係如果對病人的產品有一啲新的通路，有啲新的機會啦。係錯，一般消費者也係對親診的認證一個門檻檢查過嚴苛，嗰時候有想到，冇提供一個伊斯蘭教義按基本嘅國內消費者也有個觀念，看到有個想主動有一個產品唔會查，係。因為今日我哋現場地方有幾多樣產品嘛，哈，你咪同我哋一個小姐講，譬如講，你今日帶一啲我哋嘅有機可可堅果，像可可堅果意思講，因為我哋應該把它變成我哋嘅可可粉啊，嗰種一堅果係乜嘅東西咯？堅果都係一個可可豆發酵，個熱曬過後，然後烘焙路邊那一啲堅果，路等於磨可可粉的前身，最原始的源頭，堅果人都可以當零嘴吃，等於類似杏仁果、腰果這些，不過品種腔變成改成可可安的，風味冇共樣，風味冇共樣，元素嘛冇共樣，元素嘛冇共樣。因為我哋上人同我講啊，杏仁果嗬，那杏仁豆意思有啲有乜個杏仁小魚啦，有啲做鹹的啦，做甜甜的啦，咁然後可可堅果有乜個味道啊？我哋可可都原味，我哋做產品全部大部分都呈現食物原味，因為都可可一開始有多層次感覺，苦盡甘來，一開始是有些話酸甜，也漸層式的有分層，慢慢的呈現出來嘅口感。但係如果以目前開始做可可以前，而係咪最原始嘅一啲體味啦？嗬，嗰種係咪可可脂係咪度係咪係最多嘅時間？可可脂最多，對，錯，可可脂最多，一般健康嘅可可脂哈，要很健康嘅可可脂含量50% 左右，50%，然後我哋呢可可脂含量達45到50這中間，算是平均值啦，冇講米頭如果飽和，嗰個等於講我哋啲可可豆底部其實最重要都係可可脂嘛，尤其喺我哋從來我講保護心臟嘅體質都係可可脂啊。冇唔錯，可可脂最主要有抗氧化效果，葱油最主要都係可可脂，脂一個脂肪嘅脂哦，一般嚟講，因為可可脂是會貼到高脂肪，會食得會肥嘛。這個佢嘅感染錯誤，可可脂吃得唔會肥，點都會瘦，會瘦啦，因為伊嘅可可，那是到純嘅可可脂，是到冇純，是到添加物嘅，如果一啲負擔，點都會肥。對於平常人來講嘅話，我哋常常會只講我講，我哋即個出的可可豆吼，我哋冇得講嘅可可產品最重要一部分講，我哋可可脂冇俾你出係。譬如講我哋而家頭先我哋咧，之前就講嘅，我要出的一啲可可嘅嗰種堅果吼，我哋講嚟試下，因為一種我哋咧其實一開始做可可巧克力嘅時間最前面嘅一團嘛吼。一般嚟講話，重要部分嘅東西其實有時候我會有一些護膚，我唔錯，有些可可本身嘅護膚，但是你最後了，慢慢的也會嗰種甜味出來嘅，也個可可脂嘅味道真係滾濃嘅嗬，滾濃，佢農村的農商講，我出來的產品咯，因為即係講，唔知有哪一邊可可好賺錢啊？應該將有加添加物個賺錢，有個添加，啱講我哋理念叫做安心、用心、專心去做，反正主要就做呈現食物的原味，因為一般觀念。是加工過的食品太多誒，有誤導大家觀念，我哋要呈現找回冇加工之前的食物跟食品的冇共樣，食品都加工過，或者添加物，食物偏的本身的原始的原味，我哋理念都要做食物呈現，回到原來食物的原味，同我哋做有機觀念，土壤被破壞太多了。所以要做有機，慢慢的恢復，盡一己之力恢復原來土壤的大自然環境。我理念安尼做，我想我哋唔可以儲，唔可以加添加物。雖然他個消費者接受度冇安高，因為本身是負的嘛，不過慢慢的逼人認知，慢慢的我會接受。我哋從頭開始考克力嘅時間，我哋從頭我講，我哋是75%啦、77%啦，冇80%冇90%嘅。但是頭頭我試了一下我哋呢考克力的樣態我見過以後，我哋發現到講，還一般唔是先買嘅85%、99%嗰種，你都直接來試一粒我哋呢我哋可可嘅堅果，你都發現講，也都真是100%，也會養成頭。
休息一下哦，等一下我哋咪嗰度嗰精彩故事哦。欢迎过来，福起来嘅。上档节目我哋来宾来自我哋屏东万万的飞行者，同我哋介绍以真是纯正的可可豆作为坚果唯一的产品。那其实今面话有几多嘅无香嘅产品啦，像下可可豆，係咪变成嘅可可粉啊？可以，买的那可可粉以台中的市面上啊无香用，完全无香用。买的可可粉完全用可可豆去研磨变成可可粉。一般的可可粉会把最主要养分可可脂抽掉，我们完全不抽。一般市面上会抽到剩下5到10%，那请到剩下可可脂含量20% 的可以 sell， 我哋几乎达到45% 以上。请按高的可可脂含量可可粉，真是请唔到。因为你的研磨时间有啲技术问题，有可可脂含量越高，那磨粉磨唔出来。因为铁油啦，铁油我磨唔到，铁油都唔容易找，唔容易找，克服要技术困难，让它含量。我讲我哋理念讲，食物保持食物的全营养路一个概念，如去克服的技术问题，保有它的可可脂保留在可可粉里面。另外两个它也是受为储可可脂的原因，如储出来磨粉较好磨，按过养分较磨的。天然原因伊储出来去做化妆品，接受度够高，1公斤的可可脂的售价也唔会便宜，第三，因为安尼伊可以保存够久，佫有一做碱化处理。要碱化处理如何让可可粉可以溶解变成可溶性，反正可可粉完全没去做任何的处理，就食物的原味而已。高雄出来最后用冷藏方式保存它好，也养分比市面上的养分高出好几十倍。因为其实我哋以前的最吃盐的食物本身都冇想到讲都本波士过久啊嘛，因为以天然的东西，以爱发多发以吃盐要发多发可是就变成讲唔是去加嘅油磨的东西，变成味道讲加去发系叫加你唔健康嘅东西入去。错，冇错，加了虽然好食，唔但唔健康。从人来起来咯嘛，系一个唔健康。是我好食唔好食，其实一个习惯性。对细人会变成一个蚂蚁，系一个家长从小不会好食的东西，有加糖加添加味。对细人养成一些食物的原味，伊拢感觉唔好食的，也真实的食物的原味。人讲，人的味其实万事都这样的状态嘅。冇错，冇错。像我哋香港有一啲，也係乜茶？叫可可豆茶。有嗰種我哋講睇為長味嗰種感覺咯。咁我當初我想發展你茶咯。像可可豆本身，因為嗰種也是發毛控用嘛，他們一般都用茶葉啦、帕卡茶或是一些飲料啦，像拿来做茶包呀，买茶不同的风味，不同的风味。我的那可可豆茶包其实没用可可薄可以做是整颗豆全豆，泡去捣碎做成一个茶包。我想泡出来底面会浮上一层油，有冇看到有的一层油？而且感覺到真的都像頭東啊人的飛行者講嘅，而米頭真的係滾流。好，唔好像有些人係嗰種撲嘅嗰種唔知係乜嘅米頭嗰種感覺到嗰種茶味，而米頭真係滾流，而且感覺到講其實吼，夏天的時候加一些冰角下去啊吼。我真的有一些像冰咖啡的那種感覺。有，今日可以冷泡，手泡、冷泡、冷做得，冷做得。可是等於講你啲，我哋講可可豆來講嘅話，一開始啱嘅上頭，我哋上頭唔前開始去做巧克力以前啊，上頭又可以拿來食，又可以做可可粉，然後給它變成一啲茶。但是最重要嘅，一喺度變成巧克力，你這個哪學來啊？巧克力都。對資訊上學來嘅，無論嘅公部門有開課，有開課，一開始公部門有開課，要教人要做巧克力，路邊做邊
教归教啦，伊都给全部都理论方面嘛。那迄教归来上课归来做，或者家做经验，你环境无重要，条件无重要，啊，教的本方的一个理论而已，一个公式化的，按照这个归来，这个都自动去调整伊啊程序步骤，嘿。喺台灣啊，吼，台灣咧，考起你最重要嘛，係最珍貴一點嚟講，其實你看啦，睇下人哋歐洲發展考起你發展得按好嘅榜樣，但是伊能把伊能用俺哋講考起你嘅體位和可豆，變成考起你一個技術，卡喺這個書吼，可是其實就你對南民族嗰度開始，嗰度南民族嘅人全部如係供應伊哋咧，俺哋講可豆。迄本歐洲，但是喺台灣的話，我哋感覺到最珍貴的嘛，係最重要的部分嚟講，我哋講對書的都餐桌 ，tree to table， 就對書的都餐桌嘅部分，全部喺我哋嘅小農，伊哋這個技術嘛，會種嘛會最慢做出考起的一部分的技術，伊這個嘛會。可是對呀，團體會體驗這個唔是送到別的地方俾人做，聽見嘅話，你這個技術可以掌握以後，才能成這個餐。一個對雙方面都有好處啦，生產者跟消費者都有幫助啦，縮短也之間的距離嘛，按巧克力對種樹的都巧克力，全球世界那台灣是最短距離的，對國外歐美啦，你種個地方同做個地方，都送到製造者的地方工廠去做，我哋呢本身已經做產品做出來，最起碼。養了一體嘅新鮮度，做了水當季就可以做產品做到巧克力。其實做農產品最低嘛。其實中意本人嘅，真係講，我哋中年目標本人嘅好穿最少，最慢嘅嘅部分哈，做成品嘅嘅穿最多。但是你看，嗰種顏色，這個唔單止可以這個種出來，但這個可以做成品。理順上冇聽個人說。係啊，按你消費者買到買安心，嗰好實際啦，比較實在。唔會經過中間的一些我們縮短的距離啦，縮短距離。但是呢，產品還是產品哈，好食唔好食還是最重要。雖然我哋講我們中國台灣有啲 tree to table 也係部分安全嘅東西，但是好食唔好食還是最重要。阿明哥都從睇緊嘢嚟嘗試一下，要不要考起啲多要 keep 佢摸下。嗰種嘢要度拍呀？幾88嘅。唔就要度拍呀？我哋唱做兩個品項，一個100個88。係，我哋會做88，主要是講一開始100個100%的，國民人不敢接受用88來，他們漸進式的，讓他們吃到100，它好。我覺得我是第一條是下椰神啊，如批到一啲那個莓果的味道。係。然後是下椰神嘛，有些我那個發酵後用莓果發酵以後，像葡萄酒發酵以後，可是有嗰種葡萄酒嗰種小強面，甚至有一些像我那個。泥土的味道，人哋講大自然嗰種泥土的味道。佢中間嘅發酵過程其實，我哋頭先講，其實考起啲最難嘅地方都係發酵。發酵係冇唔錯，發酵我哋一般咧，我哋發酵同一般咧發酵冇同樣。一般咧木箱發酵，我哋用機械發酵，有定溫、定濕度，係一個環境有控制度咧，係。嗰時變成講，頭先我哋講叫做米頭，變成你自己有品牌嘅一啲個特別嘅米頭係咪？係。有酒香味又有果酸味，啊台灣特色都有巧克力都有果酸味，可是我哋台灣人一般說，巧克力冇果酸，是都果酸味哦，係快係的咩？其實唔係，也真正的米頭，其實我哋飛完之後，除咗要我哋講巧克力嘅產品以外，其實一堆把巧克力變成我哋嘅料理裡邊嘛，改到是經驗喎。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幾多，你自己用嚟去做，把巧克力變成一啲我哋嘅料理，好冇？好，做得我哋想到像巧克力，像全部做到巧克力，一個單元化的發展，通路有限，像我哋可以讓它生活化。講到可可，不是只有巧克力，我哋咪可以入菜哦。我哋就想到用可可，因為本身可可是鹼性食物嘛，你去煮湯啊，做一些料理啊。因為我煮湯咯，一下去，你都又唔會像蔬菜味，又唔會像黃菜味，一煮下又蠻米湯咯。我哋做湯底啊，它是鹼性，它可以去油解膩，煮出來湯頭很清
清淡清甜，尤其你囤天然的食材，像洋葱、南瓜、番茄，个时节蔬菜汤一煮，汤头是无控用的米汤，嘿，你拿来做卤包吗？你唔是不用调油，也设置比调油还好看。可是伊做卤包以后，我冲到嘅，譬如讲，五香啦、八角嗰度嘅米汤冇咯。哦，嗰度冇表意嘅。我冲我本嘅五香冲走，嗰日人做卤包嘅时间，单纯嘅卤味包，其他冇表，都不用可可卤包下去。可可卤包，咁又唔是不用调，咁等于其他全部都让一堆可可卤包呢，还係將可可卤包代替其他卤包，可以取代酱油，其他材料配料都看个人喜好去调整。你不用是姜啊、盐巴啊、冰糖啊，或一点辣椒、花椒下去都做得的。等于讲，伊也要色神入油的啦。色神入油。色神入油，但是伊也米头如果变成伊也要这个一的米头啦。冇控用的米头，所以来嘅卤味就不会那么的油腻，冇按油。咁这个的客家粽有标案的客家菜里边吗？有标客家菜，你可以做那个客家小炒，万岚猪脚。万岚猪脚，万岚猪脚一般用万岚猪脚，没用可可去做。我哋发想过，我用当卤包，都想说，万岚猪脚是万岚的农特产嘛。我讲想用可可去代替那个卤包的话，跟你头讲食食嘅硬想好多，但是你做食食以后，但问题係要冇調油米嘅時間，伊個煮卡嘅嗰種個上面都壓下一下。壓下下啊，伊個主要壓下去，唔係調油壓下去，要可可，我哋用可可去油解膩，也有嘅去油解膩，壓唔能用姜。用切一點薑絲下去，中和下味道。過不用是洋葱，洋葱本身是甜味嘅，可是等於那個，伊唔單止可以做我哋咧糖帶，好啦，我哋嚟煮湯嘅時間，同時嘛可以變成像我哋講滷包一樣嘅東西，好，聽說我哋咧我哋把嗰個油嘅東西變成是咧個膜，變成個麻油。我等於講其實可可對你來講嘅話，唔單止係亞產品，亦變成冇講人家講巧克力係啲甜點，其實嘛可以變成我哋料理嘅一部分嚟咧嗬。冇錯，按你多元化發展，多元化發展哈。按你推廣它個變成一個生活化，唔係講可可都會添巧克力嘅哦，我哋咪可以入菜啊，生活化啊，它個用得多啊，平常時咪做得是的，雖然講人家為退休嘅身份退役開始退休上嘅目標哦，但是忽然間聽我哋呢可可裡邊嘛發展出自家嘅一片嘅天地哦。今日佢咁講我哋忽然間嚟到現場同人講按到自家嘅赤峰農園的一個故事。沈夢主持人，沈夢他觀眾朋友，歡迎大家有機會來到赤峰農園睇萬岚。我哋萬岚有做，我哋赤峰有果園導覽跟 DIY， 歡迎觀眾朋友來我哋赤峰做體驗一下可可的導覽跟親身體驗 DIY。謝謝沈夢。謝謝你好哦，大家聽下先下來運通運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嘅好好運動嘅時間咧，我係阿凱先生，今日呢會教大家芭蕾舞嘅伸展運動哦。好，今家田田先生嚟做運動哦。來數，不用嘅點點檔哦。and 前面到後背，數，你。後背數3，後背數4，後背數頭前 ，and 數後背1，頭前數2，頭前數3，頭前數4，頭前數後背伸出數大顆嚟，係冇相同哦。夠重一時1，數2，
数三后背四后背加速前面 and 数然后后背苦过长一些前面 and 前面后背前面 C 前面加速后 and 数后 and 脚 and 前面 and 数下来开下 and 腳高左片數下來開下 and 數後背數 and 下開下 and 右 and 打開 and 蹲 and 數數那個 and 下來向前彎那個 and 打開來好從後背開始咯 and 腳 and 後背數下來 and 數左片數下來那個前面數下來再來數打開 and 點 and 數那個 and 下來向前面 and 前打開前面個一二三四 and 一二三四 and 一二三四向前做哪個打開來後背開始 and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向前那個第八腳向後背下去那個向後背數延伸 and 打開左片彎 and 數兩隻數扶到頂呢左腳後背拿上來左數用喺前面點一下好不用請好哦大家天天欣賞完片做個開始數打開一到後背二到後背三四加速腳前面數過來
会不会开始？一，前面，二，前面，三，前面，四，前面，加速，and 数，and 前面，嗰度一起，会不会数？前面。会不会数三？会不会数四？会不会数 n？会不会 n 数好叫前面数 n 开下。and 数右片数开下脚腰背数开下数打开数开下 and 数哪个前面 and 哪个 and 大开张一百数前面数开下数右片数开下数右背数开下数右片数开下 and 向前 and 打开过来哦前面右片右背数 and 前面右片右背五高度一起前面身后右背鼓高度一起前面身后右背鼓 and 前面 and 数哪个过来后背身后前面数右背右片前面右背身后前面数哪个 and 前弯六七打开来 and 鼓下去 and 张一摆鼓下去 and 底背的脚眼神向后背 and go右背眼神 and 数右片兄弟肚反 and 数转两扎数并个点点风右脚向后背拿风落右数并前面做第几年两扎数并下会挺好哦好数并下落 and 几好更加天天欣赏做水面的动作个来做数跳起右数
跳戏、量炸数，不用下落。好，今日的动作有好过了无？记得明日天天欣赏，运动一下哦，也个身体同精神就会变加更好哦。好好运动，改天下拜见，拜拜。